处在带头啊。哎呀，这个我看一下他回消息没有，我拍照片给他。他说要来，应该来哦。邓真也来了好早，雨涵也来了好早的。
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拿了一个礼物，这个。哎，有点重，有点重，有点10多斤。谢谢啊。里面有零食那个小东西。没事，客气，他要跳舞啊，他要说谢谢叔叔。他要今天要求要跳舞啊，他说自己说要过来跳舞。小班嘛，3、4岁左右，具体年龄没问，我不用问吧，我觉得本来就这么小了。
哎，这个来了，你俩穿一样的颜色的，哎呀，我们昨天把脚摔了，没出血，没有出血，喝酒喝多了，喝得比较炸，昨天没来，前天晚上好像凌晨吧，取证没事。对，他现在可以主动跳，现在跳得好。他在最里一圈儿，最里面一圈儿，还没有人给他抢位置。不用他这边咬你哦，知道吧？那个小朋友叫乱搞，后边那个穿黄衣服的那个小朋友，雨涵在这边。再不拍雨涵，就等2天就见不到了吧？去达州那边去了。毛毛雨。点头，他摆了个门在。
报吗？来嘛，你要报吗？待会报他吗？你报他。报。两个跑吗？报。团队还没到齐，团队才来到。你看手机支架就看得到了啊，有几个手机支架就来了几个人，6个吧，6、7个左右。穿比较鲜艳的颜色的就是巴东木、曲珍。这个是老木，模范和强巴一样的斯塔特。
啊。今天的观念是那个哪个观念，今天的观念管理啊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没来吗？哪个管理啊？是现场这个现场有执勤的啊，没看到人呢。
来看一下，豆腐不错。馅儿。我都感冒了，还在唱。我感冒了。你说唱哎。再换一次算了，这个有点短，只有3分钟左右。那什么情况呢？没什么，打了3吗？打了3，不会没事。看你要报哪吗？不报哈。
现在小崔都不能直播了，他之前在帮登记直播嘛。把脸不都取掉嘛？这样不然那个你本来那个就换掉那种嘛。这样就不好看了。没事儿，还本来人就长这样，不存在。这人长这样还不存在。不用戴还好看一些。在这个直播，这是阿加拉姆啊。对，就阿加拉姆。不是吧？我应该没搞错吧？穿队服。
对，应该要后天就开学了吧？后天就上学喽。这个某某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嘛，他就说，就是别人欠他钱似的，一直不笑。这个从来不怎么笑。今天还笑了的啊！今天还笑了的。没怎么跳，跳，刚刚跳不熟悉。啊，就是说另外一个嘛，是那个叫什么？10号燃嘛，是10号燃，还不是他吧？不知道，没确定。像没这么矮呀，那个高一些。这个好像是我们的表妹嘛，妹妹嘛，我都搞不清楚，可以仔细去问。等一下我去问一下吧。这个雨越下越大了。我估计今天应该不会跳完吧，9点多就要下雨。说9点20就走了嘞，也说不清楚。反正这个雨现在下的有点厉，现在。问一下，我叫什么号？叫啥来？芒果他跟我说过。对，数学号那个。好像是德国的网红吧。我们母亲好时尚，穿的这个，他这个穿衣服这种还穿的比较多。19寸。笑一笑嘛，邓芝的口头禅就是笑一笑嘛。今天小罗在参加婚礼，在下班州那边还跳舞了，前几天还跳舞了，也是参加婚礼。海丽丽也参加婚礼跳舞。
来的人排队的比较少，都觉得应该要下雨就不敢来了，不是不敢来，就觉得休息一下。看他们两个嘛，同桌嘛。哥，你好。哦，我过两天把那个钱给你啊，没事，说一声啊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没事。哎，还有没有那个？他是现在送花来得及吗？现在英国人来得及哦。啊，来不及哦。都7点多了。哦，8点半，来得及哦。他刚才选择。明年来帮我订是吧？明年吧。哎，然后后面我把钱一下子洗给你哈，都是对的嘛。9点多送吧。9点多前，还8点半。你还先处理出订到钱啊，最肥的多让我不要哈。好，到时候我把钱一起给你。好的，哎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打电话啊，等下你下播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他说一声。没事啊，说我把短信给我发微信。哎，发微信他说一声。好。这个是走马图嘛，看背你知道了，都不用看正面，看你知道是走马图。对啊，就这个是谁？估计应该不是他表妹的话他会站在他旁边的，应该是10天后，应该是。
等子去哪儿啊？对啊，以后看不到女孩了，多拍一点她的。昨天我前两天拍的视频删掉了，他找我要视频，那确实删掉了。手机拍的删掉了，或者是相机的拍都有嘛？他们拍那个短视频。很水。
要保重吗？再跑嘛。啊，再说了，我傻了。他成都大学的，应该大处是一个校区嘛，我知道。来，这有水啊！来下手！谁养活吗？现在温度应该在17度吧，看了有一点点，它一直飘雨，现在飘得密密麻麻的。看那个灯下面嘛，看灯下面那个，看到没有？看灯下面的那个雨水。我的充电宝呢？要报吗？因为他调到当中跑。帽子的。怎么画面上看不到有那个雨水呢？我这边看得好清晰哦，全是水。屏幕上那个手机屏幕上全是水。德格的应该是扎西的老乡。温度不用问，我觉得应该是10号泉。
我们这儿拍了那么久了嘛。俺这这个拍了的吧？再拍一个吧，再拍一球。这两个是不知道吧？他应该说先说一下。溜一下，我溜一下，啊？我溜一下。好。但是他这两个就是很尴尬的。要么是学校的那边的。非要回你还是应该是民大的吧？我上次看到你儿子来了，你儿子带过来的。民大。你儿子没有来吗？哪个？你儿子为什么没有来？哦，没来，他要今天补课，他明后天就上课了，上学了，他只来了一次，他要在家里面耍游戏啊，要看视频那些。真是，这个是谁？阿加拉姆。慢那个，老板不要跑哈，他要出去玩。那要不要带他一会儿在那边？给他送过来。不用吧。他会懂得出去没什么玩的。没事，我们在这不要摸。几个抱哥哥出去玩去了。有了。对，他是训练特警的。这两个在干嘛？
这个要跳6分钟，声音走一走就来了，这跑好快，你看，听那个歌马上就跑过来了，6分钟。带个泡嘛，你去跳嘛，跳嘛。它好可爱呀、不过它也好像一直要跑在这边，那个好像那个狗之类的。啊。它就只有一个目标，就追那个鱼狗。来，现在，亲嘛亲嘛，我把你头给摸点。啊，这么喜欢亲它。这样子好行，这个好跑啊。小朋友拍一次。
小姐姐是我是那个，去最后面穿黑衣服那个吗？去最后面那个，去最后面那个，在后面那个。好吗？这个吧。短信要开短信，来玩一样的，要我淘宝吗？因为他要啊，那边是淘宝吗？您走刚刚来。刚才中间嘛。啊去！传承那去，好像是6个字，2分多钟3分钟不到。没有了，现在几点钟？9点10分，还有20分钟。
挤到一边去了。18度。今天主要有天气预报要下雨，9点半到10点钟以后要下雨，所以好多都不来了。哈哈，按错了。哎，又按错了吧？
哎，佳佳来了，佳佳来了，好难得，用左和那个季春梅，然后佳佳。都没人了，下雨了，还有几分钟，7分钟，还有几分钟，还晓得？别喊了他的表情了，他把你盯到的。又被跑走了，跑去很热和。说到准备撤了，下雨了就回家去直播去。汤下去。哎，你在直播啊？来的比较晚啊。对。忙才好噻，忙着挣钱的时候。下雨了。哎，对对。好久没来了。好久我都求了，哎呀，都是认识。佳
搞忘还是问一下他吧，是不是叫石泉鹤？德国的嘛，应该是。扎西的踢别人屁股了。哎，少了一个哦。完了，我们走了，你要上班去了吗？没有吧？后面那个都飞起来了，扎西啊，美丽的山河。三个是跳最好的。哎，扎西跟之球击不进。下雨啊，一直在下蒙蒙雨，这会现在应该越下越大了吧？
输了吗？哎呀，跳得高，6分钟。休息了。哎，起走了吗？啊，你好，哎，那个，哦，那个拿走了。我跟那个小朋友那个到急诊嘎的那个礼品就送走了。小朋友呢？有水啊，这里有水。还有没有拿到水的？天来都晓得要下毛毛雨，就跟你不来。过来的时候还没啥子下。哦，他换衣服了，我是手上没看到人。恐怖。走了，没下。今天没得别搞了噻，今天只会浇。今儿晚上还下雨，明天降温了。明天下一天的雨好像。后天就正常了。哎，刚刚过来呀，就结束就下雨了吧？哦，没有。下雨了。帮我拿一下，我要去收线。谢谢。今天开始跳也跳得比较早。哎呀，我在亲人等了一下，我以为要下雨嘎，没有结果你也没下大。你看天气不嘛，你不得下。等了好久，哎，你是还是来了？哎呦，辛苦了。那啥辛苦？你这手是冰的呢？哎，冷了。手是冰的。我衣服都是湿的，你没看到吗？啊，就是啊，一直是10多度的。我明天换。只有17、18度吧，好像这只有16、17度。现在只有18度。明天定2束1束，永吉要回来。啊，永吉6号才回来嘛。啊，明天了嘛？明天回来，但是下雨到明天。明天下不下雨啊？明天下雨。明天要下雨。明天周5的嘛，15到20度啊。先来一趟再说。他明天晚上下不下雨？你要看明天晚上的，晚上肯定要下雨，像你们，哎呀，我就给我跑过来嘛，又没跳好久，半个小时，刚刚跳半个小时。就是明天的时候。欢欢，啊。我过来等会儿欢欢。那下。明天要下一天吗？明天晚上不得下呀？啊，晚上不得下，一般都是白天。哎，那就好噻。啊。那我订那是我要订的，我那边要订。啊，你这边给我订2束嘛，到时候一起把钱一起给你。你送我就不送了噻。啊。我主要是一起送他，他根本装不下。你那个我订嘛。韩国那个也说了，我那儿还有。一个永吉，然后一个去。永吉你送花送一样吗？一样大吗？一样大嘛。那就就送100的吗？好嘛。啊，我都差你300，到时候我发15号都发清楚。啊，没事，不存在。我跟你说清楚啊。没事啊。你叫我现在给我给不出来哟。没事，你给我到时候我送一样的，不存在，那个不存在。哦，他们那个就是。你确定永吉没？我问下他得不得过来，不晓得。他确定要过来，我问了。问的啊？对，问了队长的。哦。我前2天给他打电话了的。好。他明天确定。因为我要送那个500块钱左右的。你太有钱。我比不上啊，我就那1000多块钱工资啊。我一个实习警察呀，我哪来那钱嘛？我说就分开说噻，你送了之后，他如果后天来不来我不晓得。他明天要来。明天来。哦。来过来，后来。主要是你送了我这儿，又送了一坨，2个那就拿几个。好嘛，那我也去了。我明天问下他。去了不？他今天问我，他说花呀，不是请2个花烟了。哦。我买得有的，买烟玩去。哦，所以现在送的那种。要不要送哈达呀？不用吧，哈达那个东西不好打哦，我觉得。反正基本我们又不懂那些，你只是买5张哈达。哈达那个带起点热好不？有点那个。他说买嘛，买5才哈达嘛，买。没必要，我搞不懂啊，只按查系统买嘛。蚊子，快来，帮个忙，快点。他是送哈达，今天送花要不要送哈达？送藏族人啊？送藏族人要不要送哈达？送花的话。
这种话你可以带一个，不带也可以。带也可以，不带也可以。这哈达的话，你可能送一个，带多人的会好一点。那个几十个、几十条。你这个小咱兄弟嘛，这么像，对他们两个的兄弟。Hello，好久不见。干什么？坏了，走了，我要走。啊？你们今天不得去搞了噻，回去了。搞定了，现在直接回去。今天下雨了嘛，看到那个天气。青阳宫啊，晓得你要去加应该不得嘛，因为今晚下雨，好多都没出来。青阳的，我当时在青阳宫待了会儿。哇，青阳宫没得意思，精神老年人。看着没激情的。没激情。而且那个曲子也不好听的。全部是旋子。怪了。不是旋子，反正跳得很西藏风格那种。没那风格，反正西藏风格就是那些老。那你现在过来吗？你现在直接到我给你发的那个位置那里，我现在回去，然后等会要知道吧。这点击平板加入后面。看到了吗？你过来了，给你们。给大曲这儿。Hello。我这个照两句。你那个在朋友圈直接下载就完了哈，就不用那个了。对啊，我直接朋友圈直接选了下载就是。把你每次都要传朋友圈里面的。我说你每次发视频都传朋友圈里面的。偶尔吧，也不是全部都发。就这几天无聊，我就上班的时候无聊，我就传到里面。没有下1个小时40多分钟。快点截屏吧，这些都是他说的。没刹车了，你撞死我呀！狗狗呢？他们跑过去了，哎，他们在那边吗？哎，跑过去了，跑过去耍去了。阿特自己收包。跑起热河，现在跑起热河，因为现在降温了。收东西。不要把我的手给坏了。那里面有水的，能把那瓶子拿走了，所有的水全部倒出来，然后拿走。好吧。现在暂时不把我摇后天就开学了，明天最后一天。他明天晚上不得下雨。反正说的不得下雨。反正回来这几天都是阴天下雨了。哎，回去又晒黑了。其实这5天，并且你就是像个皮才掉了，都隔了我皮都才掉了，我隔了10天之后才掉的。啊，是。隔很久才掉，根本没得任何感觉哈。太晒了，我戴了个帽子。啊。没戴帽子直都晒。往西龙那边走，海拔还要高一点。哦，往邓子他们那边好像走。哦，4100了，好了，小毛毛牛。还好，4000没高饭。主要开车一般没得啥子高饭，开车一般没得啥子高饭。车子没高反，主要是，我的车子高反，我现在回来之后还有咯咯咯的声音，我还没得修，没管它的。我觉得还好吧，所以不影响。我再次跑的话，我就把它修一下。下巴周的话，我就再把它修一下。阿坝州其实都还好，阿坝州海拔没好高的，但是那边基本上4000都保底了。哦，关了。